这个年龄你看3位，我有加3年，看迄个电视，看电视目睭来，你看这个报纸报，一个几岁囡仔，时常看迄个电视，迄个世台看到目睭，讲几岁尔，讲已经几百度。所以咱来，迄个好是咱好啦，但是咱来先克制上，应用我们再来用，不应该用来用。所以，毋知是做注意这代志，我拢定要注意。这两日目睭叫歹，然后我这两日目睭是细汉年甲真人个，讲你有近视无？你有手术你来讲我冇近视，我本事我来讲。你讲你是安怎保养？我讲这是我，这我老婆来。我老婆要生就俾after 啦，这两日目睭甲这手机用after 啦。我看这嘛唔出奇。我看这年纪咁甜的。蛮薄的样，蛮给力。不应该有咱，这物件好诶，一支一支，来用种诶几万咧，要用食诶一支拢几千咧，怎么赚钱咧？大家人要赚钱啊，袂感觉钱多贵啊，我赚钱包养钱，爱较强，所以这是些代志啊，所以咱一定爱找注意，好基本不要看，咱若好基本看讲是，你看那人有啊，看这个报纸上人有啊，从我报纸上起来看，我代志都无看，只要有兴趣我来讲。好好个代志，食老食贵个拢爱身体健康才来讲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谢谢，感恩啊。推荐的给我赞，住有空，屈本王既不，文不在处。天之将上书文量，何数讲？不敌已无书文量，天之必上书文量，空人既如必物。咱一定爱信心提出来。咱是咧办天道，咱毋是咧办人道，咱毋是咧办咱私人的事业，咱是为今日咱兄弟姊妹出来做的工作，所以免惊，免惊人逼，掠就是掠，掠不来掠啊！较早迄阵40-50年前，阮西庄就掠当早。阮西庄掠1个块啦，阮定嘛单个你讲掠1块钱，新标真正嘛1块钱，乌毛真正嘛掠1块钱。有啥物代志无啊？伊啦都出来无代志，所以咱是要信心。空性灵力修来讲，嘛是拄着这个困难，所以住为空空住修来讲时阵，经过空一的这个所在啦。伊空灵呢，无容易是拥护，因为迄个时阵拥护呢是接国的这个大夫。迄个时阵呢，因遐人受着拥护呢，唔知开始真济人。所以空性灵呢，拄生条拥护，空出就是这。所以呢，大家大部分是这个，空无处就是拥护。有啊，有空出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大家拢惊着啊，是用这个意见，空出甲伊才种的。文王已经离开时啊，伊所遗留落来这个文化传统，伊这个文就是天道啊，文化传统诶，毋是由我生的吗？我承担着这
这个道统呢，上天如果呢，若要毁灭这个道统呢，我今仔日呢，就会去着道啊，咱无数个人呢，就会交这道做伙啊。所以咱爱这个信心，咱爱这个信心，袂使无信心。我毋是为了啥个，人家讲，我连人拢唔话，我讲你嘴拢讲人，我不会讲人，我平时会怎么用哦？我也是喜欢听，我你也不说会怎么样，我是不要讲啊，我讲啊，咱人是对不对啊？所以，就咱来讲啊，就阮若高去修得呢，咱就会承担这道统文化的责任啊。如果上天呢，若无想要毁灭这个道统，这个文化呢？空国的人要安怎办啊？无办法上天你甲我保护咧啦，你空国的人你仰望对我有啥物办法？咱就爱有一款信心。我死一个修天道啊，一定会考啊，考讲我成就天强无啊？袂要紧，咱的心是安尼强，修道咱的心性。修道真正心性，看经典看咱的心性。所以咱一定要注意这个心情。这种重视孔子，以文化道统为基因，无法不足以动摇伊的坚定信仰。咱人对文化道统、对天道一定爱有信心。修道呢，这当中，人原们都来讲，拢对。咱的信心袂使有道理。孔子在空国，在空入的以外做务，属于受到一定的虚惊，正如明子所有的爱心，伊迄当中呢，当然，有迄个情形，伊就注意，伊就注意。弟子们不免担忧心腹，因遐种弟子呢，无空性人伊款的心境。所以就担忧辛苦啊，心就惊，就担忧啊。但孔子呢，却心胸坦然对说出了这款的话啊。所以孔子呢，迄个情哈，拜弟子大家会惊，会烦恼所以伊就坦然的讲出这款话。以宽为弟子正，来个安慰种弟子，你唔免惊。咱是办上天的工作，我唔是。办我个人的声望啊，唔免惊。所以充分表现因为不苦的这个精神。讲圣人呢，充分表现了因为不苦的这个精神。有主的心境完全与道统自证啊。有主的心境呢，有主的心境呢，全然完全与道统，以道统来做伊的责任啊。我唔办啥物办，这个时阵咱爱有一款的责任心志。我唔做啥物做，我知影唔做啥物做，爱有一款责任心志咱若办一款责任心志当然心代志就无影。所以付出心境完全以道统自证啊，以行动就发扬文化。责任自负甲实现在讲，天生就有反对比如无，迄种反对呢，因为国家反对呢，迄个教育控诉控诉讲上天都降命伫我身上你反对对我有啥代志？有啥作用？也可能就回避可得。毋是真咱修办到底有可能，控诉你就了讲啊，受过足侪课啊。你也看，因传传苗，无饭通食，迄条课搁较严重，所以呢，咱一定体会了解，过去的圣人先人就是安尼行过来，咱这回嘛是着安尼行过，安尼，咱的人生价值观就走出来，这个宗旨啊，这个宗旨上。
如明主讲当今之世，下莫易水啊。明主当时呢，伊嘛是安尼讲，是靠伊嘛安尼讲啊。当今之水下莫，当今之世下莫易水啊。这个时阵，我人班上尾班啊，下莫什么人要出来？传主信。可见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是他富有当仁不容之道理勇气啊。圣人伊今仔成圣人，伊就是富有当仁不容而且道理勇气。咱真奇妙，咱就学法圣言，咱爱传道理勇气，勇有承担，相配天命，下界前行，咱相配天命，相有上天对咱靠啊，下有咱过去历代前贤对咱靠啊，所以咱用物件，咱用物件，这个世道，富有为往圣继续世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个用天和跑完，空性人伊就是安尼，咱这毋是，咱这嘛是安尼，为往圣继续世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而来这对咱人民，这个乡亲甲跑，所以环境影响我外来的有关，拢不足以动摇伊坚强的信心。因为，目前呢，环境影响我甲外来的有关，这拢不足动摇咱的信心较早蒋经国时代。老总统的时代，拢去掠讲咱做共产党，叫人来掠，叫人拢来探视，就来围来掠，结果有影好领，人家请咱最谦虚的掠，时代一个久，证明咱这人就是真正清白，咱这人就是真正道理上得行的人啊，这是时代甲咱证明出来。所以咱袂使动摇咱的信心，爱坚强咱的信心。文章文不在自我，这个文字甲书文的文，因为文章甲文艺的文，伊是指文化沟通语言。这文不在自我，甲这书文这两字，是咧讲文化，是咧讲文化。讲文艺是咧讲文化道统语言，因道统之延续，正如心血往相传啊。道统的延续，对咱像心血咧相传，可不识别论述，不可识别论述，袂使叫坏，袂使叫断去，含糊世人文武灰暗之中之典型。你若叫坏，叫断去，含糊世文人，遇到这个灰暗的这个境地，所以学术者的责任重大啊。所以咱的责任重大，咱只能讲圣人来讲，学术者的责任重大，咱绝对袂使袂使将咱甲放生去，所以。咱若来放生去，这个道路就我就继续传。只有孔子所表现的人为不苦的精神，孔子呢咧表现这遇到困难也会惊的这个精神，正是道义之用，相看而生的必然结果。伊就是迄道义之勇气，两项换做伙，道理甲伊用两项换做伙，必然的结果。这就是仁者不忧，勇者不屈的一个具体的这个实践，了解、体会，慢慢咱养成像圣人的心，圣人的灵，所以我会对如此心传业之业，心传道之道。心家己道理，伊咱的心道，心行业，心甲拢袂是事业，事业的辛苦，但是心袂是事业，这
是第一项。心灵道理，那是永久的。看你要选倒一项。是大家讲做参考，嘛是读这圣人的经典，使我咱的心快乐，使咱的人生会真正过了真荣耀。今日讲来这世间较简来，第六章，爱在如主讲法，爱在如主讲法，无助性假无，得其得灵养，主讲法，无天长之将性，有得灵养，自文之外，爱在彼我，我小也坚，我得灵披书，文主得何在？不得呀，得wat，自文，我不起过嘅。控制，即讲人系学了比足教，伊讲我讲咩足教，伊讲我细汉刚开悟，刚过春课，做人的十世啊，嘛是安尼走出来啊，起码咱会了解，咱的出身，人讲天龙不能出身低，咱的出身低袂要紧，咱的出身低袂要紧。只要咱有肯定、有坚定的信心，咱后真就会出头地。对个，有一个太宰的这个官员做官人，太宰是伊个，像了即摆国中节，唔主讲讲啊，孔子呢，孔子是一位圣人啊，孔子是一位圣人吧？不然你来什么话，拢多才多艺，大家拢会晓啊，所以主讲啊。伊是天生的大圣人啊，而且多才多艺啊。我先生是天生的大圣人啊，而且多才多艺啊。孔子听了后，太宰伊了解我嘛？我细汉的时阵，家境贫寒，所以能够做真济粗俗的这个代志。人君主会嫌济吗？道理嘛，对啦，这个平等呢，孔子也行啦。孔子曾经说过，我无想要摕学问来做功名利器的工具，所以我同人道理，起码，咱来看伊的出身，伊的出身就是安尼，这个宗旨，孔子。不敢动舌，以道言自己以道言自己，可见伊谦卑之点。孔子呢，足谦卑的，大家学了伊拢谦卑，所以今日即摆咱，而且道中道外，咱是做学个人，咱一定来谦卑，谦卑，咱是道成之。无谦卑袂成就，无谦卑咱袂好学。愈谦卑的人，愈会认真读册，愈会认真研究。你也感觉讲，过去圣人先祖太遐个人搞，有形的迄种讲法咯，讲到有头有尾，讲到实实在在，咱来了解，因就是心里面无专门的富贵功名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到今仔日成就，所以咱今仔日得到说，咱来看化一切，咱唔免得讲，为咱的家庭的趁钱叫做好嘢，亲像王永庆安尼一个古代人咧，因遐侪钱，老后的囝子孙真赚尔啦，又大三会等无，咱来看。前古之教，看伊过去遐人，看伊未来大前是安怎样？
咱这条路咱行会稳定，咱的心是较坚强的对。哦，所以很姊妹，咱一定要了解这个真理。哦，所以安尼后期咱来前进，来今仔日来讲到这，真的后面我们来讲，这样就让大家先变，明天感谢大家。哦。这本书准备学到中，知道中，好，一起互答，将母学到中，学到中，对，中，三中，对，这边准备中，对，讲师准备中，知道中，对，中，三中，对，问题准备中。在讲述慈悲之功，一起持家，向无极老母行三功，学道功，再功，三功，持家前女功，持家不前女功，持家前之功，知道功，再功，三功，持家前女功，持家不前女功，持家前之功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